大家好，我係中聯地產九龍豪宅嘅 Henry。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咧，就位於窩打老道128號窩塔路。咁呢個單位位於中層嘅 C 室，實用面積342尺，一房單位。事不宜遲，我哋睇下。窩塔路屬於小學生14嘅校網，而且樓齡亦只有4年。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連接住開放式廚房。咁廚房裡面雪櫃爐具應有盡有，而客廳方正嘅設計就好容易擺放家私啦。咁露台望出去嘅景觀，向南邊係望向柳景一帶，景觀好開揚。然之後我哋再去望套房嘅位置啦。套房同樣呈現正方形嘅間隔，咁即使放一張雙人床，其實都冇問題喎。然後我哋再去到套廁嘅位置，咁配備一個企缸啦，而且洗手台下面仲有啲收納嘅空間。